不过我们这边对于中国大陆今天下午所公布的政策我们对于陆方片面暂停陆生来台升学罔顾陆生的权益，陆委会要表达遗憾。政府从民国100年开放中国大陆青年来台就学迄今，我们欢迎陆生来台的政策始终如一。陆生透过在台学习跟生活，可亲身体验台湾的风土人情，增进视野，同时也有助于两岸青年学生彼此认识与了解，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我方多年来持续稳健推动陆生来台就学，也照顾陆生在台就学的权益。现在陆方未与我方进行协商，就片面暂停2020年陆生来台就学，实在是罔顾学生的权益，本会表达遗憾。我想，据了解，他们所用的理由之前不管是他们的教育部跟国台办也有提过。那么自从中国大陆疫情爆发以来，目前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都尚未开学，甚至要求境外的学生收到开学通知前不得进入校园。那么，包括办理2020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就是中国大陆所说的高考，也延后1个月来办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主管机关在疫情仍然未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不断的要求我方应让陆方的陆生返台，这是非常矛盾不合理，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当前的疫情仍然严峻，为了避免人员移动的疫情扩散以及传播的风险，对于陆生各项的管理措施，我们是以防疫作为优先考量的不得已的做法。对此，我教育部也定了安心就学措施等各项协助因应的做法，且台湾各大学为了顾及防疫需求，相关的课程也采取了远距的教学，以兼顾保障陆生的受教权益。谢谢。